人證物證，時間做證，細想確認，難以定性，無法辯證，將記憶重整，某天終於看清，劇痛此刻未停，無奈了，承認了，全是錯的決定。原案佈局還在上演，看結局成敗在天，誰賣笑誰做戲，面具變了。如果擔心忙亂，必須早了斷，盲目去盡信病態的眷戀，剩下是疲倦，精心的説謊，意識感迷茫，還是太天真去闖去撞，想捉緊騙子根本很幼稚，盲目去盡信被上閃戒指，剩下是傻事。今天想放手，說真的受夠，還是放開手轉身不追究，還是放開手轉身不追究。